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市长黄伟哲延续进前到农产品批发市场确保蔬果、鱼肉等充足的供应，加介绍平稳以后，上午伫经发局长加市场主题会顶人陪同前来东菜市关心年货供应。伊人看到虽然接近中道，不过人潮依然强滚。为着伊除了甲团商以请安恭喜过年，看到想要食的物件嘛顺线采买，拄到想要翕相的竟全力配合，相当随和。当然，面对市场的食品安全卫生，食一点仔拢袂当放松，需要不断提升。买货的人很多，但是货必须是确保是好的，因此我们特意来着重这个货品的卫生以及它的健康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标章。如果有不合法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请卫生局处理。那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希望说，维护这个市民的身心健康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让市民采买到一些年节的必备的用品。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也在价格上、在品质上，都希望能符合政府的规定。那价格上也不要太贵，那不要有人哄抬物价，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另外，针对网络媒体伫31号公布6都首长的满月成绩单，市长黄伟哲伫好感度得6都第2。黄伟哲表示，虽然无摕到第1名，但是当甲高人气的台北高雄市长比拼，已经相当欣慰，嘛代表伊更爱努力，做得更较好。台南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推广国产肉品现代化，咱台南有100年历史的东菜市，其中5个肉品摊商已经率先响应添购专庭低温控制设备，并且将青甲调理的分开，一看就做清气象。因除了接受农委会补助15万，家己也需要对等负担至少15万来投资。改变以后，整个环境甲传统市场都有真大差别。重点就是较湿、较热的环境，肉品较袂生菌变质，而且反映伫生理，就是连买猪肉嘛爱排队，而且是伫5点外就开始有人排买买。客人就是会接受这个鲜度，一定会比没有装这个的更新鲜，因为它全程的嘛，全程都是温度保持在适当的那个温度。就买肉还要排队，但是可以来排队。是还好啊，大家都算蛮认同这个对做法对，加上政府的推动，我们才有那种想要做。东菜市主题会长表示，随着时代进步，食品安全卫生的要求嘛愈来愈高，所以现在改变嘛，互这原本也来看效果的摊商，今年拢纷纷表达要投资的意愿。目前这消费者对这食品安全卫生伊意识嘛足抬头啊，所以阮这摊商若无对咧消费者来要求来这进步，安尼对时代袂对，所以阮这摊商大家就足认真咧改变了后阮东海市目前会使讲是若这温控的猪肉了，就是合乎这食品安全卫生的标准啊。因为做法就是目前就是因为无爱互伊因为目前猪肉是温体的嘛，烧来到这市场，你若放这个传统的时阵伊阮去迄个烧去了后对迄个肉质会产生细菌变质。安尼了，温体控制了后伊就会滋生细菌感染啦。市表示，透过中央补助计划，因对东菜市开始来示范，嘛希望带动其他传统市场拢来响应，顾全咱大台南市民才会健康，嘛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台南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市长黄伟哲来到南天府，伸向文行圣地上香敬拜，祈求市民新的一冬拢会当平平安安。随后，市长甲多位在地议员做伙伫咧庙前广场等待辛苦的清洁人员来到。这寡清洁队员除了平常时负责清洁的工作，过年期间嘛必须爱比一般的民众较早来开工，
来维持着城市的清气。所以市长黄伟特特别亲自送红包过来，鼓励并慰劳因。在过年前的最后第2个上班日来跟我们的清洁队说谢谢，因为他们收垃圾收到晚上6点，然后还有最后还可以到晚上9点，那个时候大家就要围炉了。过年期间大家都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辛苦的清洁队员，跟我们环保局的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那也跟我们东区的各位议员大家一起，其实大家都是反映民意，那也要代表民众、市民跟清洁队员说谢谢。那有他们的努力，才有一个清洁的市容。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不管是市民朋友们、议员先进们，还有我们环保局的同仁，大家都能过一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好年。市长黄伟特今年特别加码，将红包1份增加到2000块，希望这寡清洁队员会当过一个欢欢喜喜的好年。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让更加侪人会当过一个好年，市员林美燕媒合了各界善心企业以及爱心团体，准备了真侪份的年菜，其中由着奋益金属事业公司所捐赠。送予过年期间要做工课，无法度好好啊食团圆饭的消防队员以及警察同仁，一寡方便而且营养满分的冷冻鸡汤，希望因伫咧辛苦做工课的过程，买当过好巴肚。在过年的时候，他更看到第一线人员，因为在值班的时候，对脚本这类问题，事实上也真的有很大的困扰。所以4年前，他就是针对这些人发起的，增建的年菜，就是准备鸡啊，这个鸡东西已经锁死的设的啊，只是把它并冻起来。应起说，如果他们在值班的时候，随时会当把这只鸡提出来加热就可以了。另外，市员林美燕也结合了康黄金爱心会发送年菜人参鸡予给修理好，互因过年加菜幸福满满。这4、5年来，我们透过康黄金爱心会，还有一些爱心人士，我们共同发起了，就是针对单亲家庭，我们在这次岁末的时候，即将来围炉的过程中，我们帮他们购买了1只鸡。已经锁死啊，这些锁死，他们做好了。他们只要那一天晚上围炉的时候拿出来啊，然后加上一些菜啦、菇类啦，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锅底啦。那当然，继续一晚透过这只鸡让这些家庭知道社会上对他们还是关心的。我想。在周边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都是希望说，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更加温馨，所以他们都是默默在付出。今天这个年菜的见证，我想也真的再一次，除了感谢我们康黄金之外，我们感谢很多的爱心人士，帮我们的小孩化为大爱，关心需要关心的人。康黄金爱心会已经是连续第5档举办这款行当送暖的关怀活动。这届总共发出上千份的爱心年菜，因也希望未来有更大的能力会当帮助更侪人。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画面上所看到的梅花鹿、穿山甲、食蟹獴等等的保育类动物，拢是龙家牛埔泥岩地质区所出现的珍贵动物。这寡真实实的画面，去予欧星公司讲是作假。社区大学环境保护联盟相当不满，甲市员许友仁做伙召开记者会，不但会出真侪影片、时间、地点等等的证据，而且再次来批评欧星过去环评根本都无做好，才会无调查到这寡珍贵的生物。那我们讲到的生物调查，我们在周边调查到的生物有这么多，其实它是一个配菜。你说，这边我们以前都不认得它有生物啊，现在怎么会有生物？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欧星刻意的把问题导向到我们社大的动物调查，可是我们回过来看的时候，你的动物调查基本上你自己那时候的环评通过的时候，你也是用500公尺当基准线啊。那怎么会是我们就是移花接木？如果我们是移花接木，那你当时的欧星是不是在认证当时的他们的环评是造假？目前，龙家牛埔地区已经暂时定做自然地景区。这款全世界只有意大利、中亚甲台湾才有，
开200万吨所累积起来非常罕见的地景。环保团队表示，一定会坚定守护到底。欧新正正，环评造假，欧新正正，环评造假。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市府交通局举办大台南公共运输优良业绩甲优良驾驶的表扬典礼，一开始就由视障团体带来《你是我的眼》这首歌曲，来感谢真侪大心服务的优良驾驶，互身心障碍的朋友嘛会当有真美好的坐车体验。交通局长林彦成嘛表示，打造友善、舒适、便利的环境，是大台南公车未来积极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公车捷运化呢，公车信用化、公车千里行到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我们5G 的时代所以我们公车呢，跟计程车呢，一直在进步。我们业者这边呢，也一直在进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驾驶同仁呢，也一直在进步让我们民众呢，获得最好的服务跟最优质的一个乘车环境那让我们的公共运输呢一直往上提升副市长徐玉典也亲自出席表扬典礼，肯定优良驾驶因一冬来辛苦，并勉励因爱继续用大心的服务，互加侪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感觉到温暖，并且予以颁奖，互驾驶甲市府做伙来打造友善的大台南大众运输服务。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位30岁对餐饮工作充满热情的蔡成玉，虽然大学读的是日语，毕业以后嘛伫日商公司食头路，有真好的薪水，但是一直无忘记对餐饮的热爱。为了观望，伊将头路辞掉，前往日本甲法国学习餐饮的技艺。伫法国学习度假时，曾经对了一位米其林一星总铺师学习担任副手的工作。对一开始一句话不拢卖，每道菜拢靠着家己努力背落来，认真的态度嘛得到法国总铺师认同。学成归国以后，伫北区开了餐厅，最近更邀请法国菜启明老师，也是米其林一星总铺师 Roman， 对法国专程来台南看伊的成果，而且联手举办餐会，希望造福台南人真在地法国料理。做料理这件事情很好玩，特别是吃了那个做完的料理，那别人吃的时候觉得很好吃，那种很开心的表情，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是一种幸福。我跟学校老师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说：“哦，那如果你对法式有兴趣的话，要不要就到法国学学看？”对，那后来就是跟家人讨论之后，他们就愿意赞助我，那我也就跟老师说我愿意考试，那他也帮我写推甄函，对，那后来就顺利的到法国了。伫台南免出国，得当食到上界正统的法国餐点，嘛，互蔡成玉餐厅开无半冬来，累积袂少爱食美食的人客。他的料理就是不是已经有相当一个程度的境界，美感、品味、味道都加在一起，有层次啊。像刚刚汤也是干贝，也是带出甜味出来，很好，很好吃。那这个鱼也是，就是跟平常吃的也有不一样。
看到蔡成佑的专业甲进步，米其林一星总破赛罗曼相当欢喜，同时嘛对着伊的餐点提出建议，希望菜色会当得到甲在地结合。Il faut qu'ils travaillent de façon française。就跟当初在法国的时候做的一样，然后以那种心态，然后做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增加一些台湾的在地食材，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这样，他觉得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但是美食之都异国料理的餐厅相当多，蔡成佑选择伫故乡开设法国餐厅，就希望将上届在地上特色法国料理载予府社乡亲。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乌鸡排烟尘博物馆馆前，会当看到一个超大型的烟尘冷盘，这是馆方运用卡斯将团圆饭顶面的餐点变成大型的装置艺术，就希望伫春节期间提供给民众一个真适合游览翕相的好去处。过年期间要去哪里玩？可以来到黑桥牌的香肠博物馆。那我们在2月1号开始呢，会摆设了像全台湾最大的香肠拼盘。那把团圆桌上的一个香肠切盘呢，放超大版的巨无霸放到这个香肠博物馆来。然后呢，请各位呢过年走春呢就来到香肠博物馆，好，然后祝各位呢新年快乐哦，万事如意。现在来到烟尘博物馆，除了当家大型的烟尘冷盘翕相留念以外，馆方嘛向消费者推荐伫着农业会颁发老人优先食品标准的烟尘萝卜糕来友好厝内长辈。在这里推荐呢，今年超人气的香肠萝卜糕，那它是受到呢2018年呢行政院农委会呢获奖的一个最佳银发族的伴手礼哦。这个产品呢口感很绵密。然后呢，吃起来很好吃，然后各位一定要来尝试。然后呢，送礼的话呢，可以跟你们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烟尘博物馆今年春节完全无歇困，对29暝到初6都有营业。馆方也有规划趣味的体验活动，欢迎全家大小做回来耍游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基美下中心的药师黄玉芬表示，迎接过年，当大家咧大摒扫的同时，嘛唔通袂记哩厝外营养观念，嘛爱大摒扫。因为一般大家对着抗生素拢有感冒、慢冷等的印象，也是将抗生素当作消炎的，甚至讲抗生素副作用伤身体，会产生抗药性。对此，药师除了一一澄清，嘛要求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吩咐，该食药就唔通随便停药以外，嘛提出3不6要的小秘诀，才当健康好过年。这个抗生素如果要治疗的有效的话，它正确的剂量跟正确时间的投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至于品项的选择的话，就是让医师或专业人员来做这个情况的评估，包括像这个感染症是什么啊，疾病的严重程度，那病人的特殊族群有没有需要做药的调整，那甚至本身有没有过敏史。那如果说曾经有过敏史的话，在就医的时候都可以出示健保卡给医师来评估他那个用药的选择，这样子。药师嘛提醒过年期间自餐难免食到刺激性的物件，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有食抗生素以后，注意唔通啉酒，嘛减少啉咖啡，或是食腊肉、烟尘等等，避免会甲抗生素产生交互作用。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